我借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还有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有在正国寺走动的佛教莲友们，你们已经都有听到师父鼓励大家要好好真诚真心诚意的念佛。为什么要这样？师父就简单几个例子给各位听。过去的人有告诉我们，简单的动作要重复做，简单的话要反复的说。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就是这个道理。有一位世界第一的推销大师在他结束推销生涯的大会上面，吸引了保险界的5000多位精英大家都踊跃出席参加。当许多人问他推销的秘诀的时候他微笑着表示说不必多说。这个时候前场的灯光突然间暗了下来，从会场的一边就出现了4位彪形大汉，他们合力的抬着一个铁架子，那个铁架下面就垂着一只大铁球，就抬上来了。当现场的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这个铁架被抬到讲台上来了。这一位推销大师就走上台上，朝着这个铁球就敲了一下，铁球它没有动隔了5秒他又敲了一下，还是没动于是他每隔5秒钟他就敲一下，就这样的如此持续不断。铁球还是动也没动台下的人就开始蠢蠢欲动，陆续就有人离场了。但是推销大师还是静静的敲着铁球，人越走越多了，留下来的就所剩无几了。观众越来越少，终于大铁球开始慢慢的晃动了。经过40分钟以后，这个大力摇晃的铁球就算任何人的努力也没有办法使它停下来。最后这一位大师就面对的仅剩下来的几百个人，介绍了他一生成功的经验。他说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去做，以这种持续的毅力，每天就进步一点点。当成功来临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简单的动作要重复做，简单的话要反复的说，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了。说白了，成功其实是很容易，就是首先要养成成功的习惯。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是习惯，尤其是一个良好的习惯，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山河大地，花开花谢，无一不是在说法，都是在告诉我们，世间法是如此，出世间法也是如此。念佛法门就是一句一句的佛号，简单的念，用单纯深信不疑的心，简简单单的持续下去。不管是好，不管是坏，不管过去，不管现在，不管未来，就是简单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持续的重复的这么念下去。有生疏把它养成习惯，有习惯就变为自然了，跟我们的呼吸一样的自然。当往生的时机一旦成熟了，你跟世间的因缘告个段落了，你想不往生西方极乐都不行它自然的感召任何人、事情或者是东西都障碍不了你去西方做佛去你要去成佛无量寿经里面就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明白的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一辈子勤苦但是在西移之间，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就能够往生西方安乐国。我们用简单的心，简简单单的念着这一句万德洪名南无阿弥陀佛，自然有平凡的凡夫往生而去成就佛道。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中最不可思议的功德有人就会说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想，心很复杂，不肯相信，所以经里面有提到说一往而无人很容易就去的，很容易就达到你的心愿，但是很少人
能够去得成。原因在哪？主要是他不相信。我记得台中有一位将军呢，他叫做八指将军。他在学佛的时候，为了要表示他对佛的恭敬，他2根指头就燃指供佛。供完了以后，他就一心向佛。他是将军退休的了，结果他开始，我要深信不疑，我要诚心的念佛。他坐公车也念佛，在树林里面他也大声的念佛，不管别人是用什么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他就是一心的念佛。结果最后他得到大成就了。他往生的时候，那个瑞相太多了，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所以我们只要一心一意的好好的念佛，那么自然佛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人，你会感应道交，满你所愿。有我们罪恶的凡夫变成一尊佛了，你到了西方就一定成佛。所以我们今天提供这样一个内容来给各位大家参考，就是简单的动作要重复做，简单的话反复的说，这就是成功的秘诀。我们提供给大家，感谢各位，南无阿弥陀佛。